骨干赞不赞？赞。年要到啊，正是茂谷柑大出的时，直接利用校园边的环境推办生态课程的高坑桂林国小，这摆甲地方的小农合作。开心。开心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第一次来这里。第一次来这边捡是不是？对。那你今天捡了几颗？捡了10颗。好不好玩？你觉得学校办这个活动？走过去。还蛮好玩的。因为这摆配合的果农是采用友善的栽种，为清洗包装弄相关的设备，互囡仔使一摆完全的体验。把我们用有机友善耕作的这个茂谷园的一些成果跟小学生们来分享，也因着这样的采果，也让学童更体会农业它的真实。亲近土地对囡仔来讲，若是一摆趣味的体验，对因的身心拢会使有所成长。